譽為今年封王嘅華嘉莎終於走咗啦，香港又一次好好彩地成為福地。因為天文台話華嘉莎掠過嗰陣路徑偏西咗，最大風力嘅眼壁區域同香港只係擦身而過，否則威力更加大。10號風球之下，唔少香港人都仍然堅守崗位。不過咁嘅天氣下返工都有一定嘅危險性，所以有啲公司就決定24號休息。好似澳牛咁，直頭超前部署啊！宣布23、24號打風唔開，贏得唔少網民嘅掌聲。同樣24號唔開嘅就仲有麵包鋪 A1 Bakery。因顧及客人及店員的安全考量，全線分店9月24號將不會營業。但係呢個宣佈掌聲就贏唔到啦，反而咧就演變成一單公關災難。因為 A1 出咗呢個 post 之後咧，有位網民就出 po 問啦，其實想問下間公司咧，點解9號、10號颱風員工放風假都要扣員工嘅例假嘅？佢話僱主咁做其實已經違反咗僱傭條例，因為條例列明唔能夠因為颱風唔使返工而扣減咗僱員有權享有嘅假期。根據僱傭條例，如果僱主減少僱員有權享用嘅年假、法定假日同休息假，用嚟補償因為8號或者以上風球或者黑色暴雨警告而損失嘅工作時間，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罰款5萬蚊。喺個 post 度亦都有人貼咗張懷疑係 A1 嘅員工監表，上面嘅星期3嗰欄全部都寫晒 AL。有人留言問A1 會唔會因為打風扣員工大假？ A1 嘅小編亦都有上水，但就冇正面回應啦。Hello， 每位員工嘅情況都唔同，假如有任何疑問，可以直接向自己主管或者 HR 部門查詢。小編冇辦法喺呢度提供更多資訊。咁樣叫答咗，而家你公司犯法喎。主要係小編唔係人事部，無法提供更多資訊。唔答猶自可啊，咁答網民啊就更加多幾把火啊！話肚餓啊事小，壓榨員工嘅事大啊嘛。陸軍 A1 黑心兼無良，紛紛都話要抵制。唔知 A1 呢係咪見群情洶湧，內部靜靜雞咁改咗決定喎？而家公司改咗唔減例假，用原先本來有嘅獎勵假扣減，而家仲衰過玩捉字蝨啊！我哋本身係4日例假加1日獎勵假噶嘛，而家去扣我哋應有嘅福利喎。而 A1 事件原來唔只係單一事件嚟噶，Yahoo 新聞報道，觀塘 The Frame Bar and Restaurant 星期3都因為打風休息，要所有員工當例假休息1日。員工就話同一集團旗下4間餐廳都係咁做啊。其實打風之前，政務司司長都有講到啦。你亦都應該善待你嘅員工啦，你嘅員工係為你賺錢嘅嚇，你唔應該將佢去冒險。況且嗰1日半日嘅風球，你叫佢返工，你係咪真係幫你賺到好多錢呢？我都覺得好大嘅懷疑嘅。係咯，咁樣扣人1日假，又幫到間公司慳幾多錢呢？而家反而引嚟網民罷買同埋抵制，條數都喺返度啦。A1 之後有回應傳媒，聲稱冇因為打風唔開而要員工用例假或者大假抵消，又解釋額外假期日係分店用嘅內部系統，歸納名稱為 Day Off， 引起部分員工困惑。公司深表遺憾，已經同部門嘅主管商討，提升內部系統同加強同前線員工嘅溝通喎，仲要以積極同真誠嘅方式回應員工嘅關注啊！咁唔知真誠嘅方式包唔包括吹哨者出 po 話嘅高層大使落門市揾兇手呢？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大家又點睇呢件事呢？歡迎留言講下，中意條片記得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 繼續支持我哋 Channel V 出更多嘅片啦。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 Channel V 開台以嚟承蒙厚愛，多謝大家一路支持。經歷種種風雨，環境雖然充滿挑戰，不過同各位一齊行，相信我哋一定可以做到堅持報道，以民為先。好多朋友問點樣可以實質支持，今日我就話俾你知， Channel V 會員計劃正式啟動，4種不同計劃任君選擇，當然仲可以請我哋飲杯咖啡添。詳情可以登入呢個連結。一切事情得來不易，感激有你同途並肩。Channel V
有你哋，我哋先可以行得更遠。記得登入連結，多謝各界支持。